你有冇發現，我哋嘅腦入邊總係有個聲喺度不停咁講嘢，有時話你聽我唔夠好，有時又話人哋點解咁討厭，有時就係我應該要再努力啲。呢啲諗法就好似一個永唔停嘅電台，24小時播住唔同嘅內容。但係呢度有個重要問題，我哋真係需要相信每一個浮現嘅諗法咩？我可能錯咗呢本書提醒我哋一個深刻嘅洞見，唔好相信你嘅每一個諗法，唔係所有諗法都係真嘅，你亦都唔係你嘅每一個諗法。呢句話聽落簡單，但可能係我哋解脫痛苦嘅關鍵。諗下，當你因為一個批判嘅諗法而覺得難過時，其實你唔係嗰個諗法本身，你係嗰個可以觀察到呢個諗法嘅存在。就好似個天唔會因為啲雲飄過而改變一樣，你嘅本質都唔會因為諗法嘅來去而有咩損失。呢一種覺察係一種溫柔嘅革命，佢唔係要我哋壓抑思維，而係學識同佢哋保持一個健康嘅距離。當批判嘅聲出現時，我哋可以輕輕咁同自己講：多謝你嘅提醒，但我選擇唔俾你綁架。咁樣嘅練習，等我哋由思維嘅奴隸慢慢成為內心嘅主人。要培養呢種觀察者嘅智慧，我哋需要學識跳出諗法嘅漩渦。你知唔知？大部分時候，我哋就好似企喺瀑布入邊嘅人，俾水流沖到暈頭轉向，根本睇唔清楚周圍嘅環境。但係如果我哋可以退到瀑布旁邊嘅石上，就可以清楚咁見到水流嘅全貌。內在嘅觀察者就好似嗰塊石，等我哋可以企喺一個穩定嘅位置上，睇住思維嘅流動而唔俾捲入其中。呢個需要練習，就好似學任何新技能一樣。一開始可能會覺得難，但係慢慢你會發現自己越嚟越能夠分到邊啲係有益嘅思考，邊啲只係心智嘅雜音。有益嘅思考通常帶有建設性，佢哋幫我哋解決問題、學習成長，或者同人建立更深嘅連結。而心智嘅雜音就往往係重複嘅、批判嘅，或者基於恐懼嘅。當我哋能夠做到咁樣嘅區分時，就唔需要對每個諗法都咁認真。我哋可以選擇專注喺嗰啲真正有價值嘅思考上，而其他嘅諗法就由佢好似雲咁自然咁飄過。透過呢種練習，我哋慢慢揾翻內心嘅平靜同清明，唔再俾情緒嘅波濤淹沒。當我哋學識觀察自己嘅內心世界，自然都會對人哋嘅內在狀態有更深嘅理解。每個你遇到嘅人，無論佢哋表面睇落幾咁光鮮亮麗，或者幾咁強勢，內心都可能有不為人知嘅掙扎同痛苦。就好似我可能錯咗所講，你遇到嘅每個人都喺度進行一場戰鬥，你對呢啲一無所知，與人為善，永遠如此。呢句話每次睇到都令我深深感動。嗰個喺電梯度對你皺眉嘅同事，可能啱啱收到屋企人生病嘅消息；嗰個喺路上開車好激進嘅司機，可能趕緊去醫院睇親人；嗰個睇落好冷漠嘅店員，可能為經濟壓力而焦慮。當我哋意識到呢一點，自然會對人哋生起更多嘅理解同同情，而唔係急於評判。呢個唔係要我哋做濫好人，而係選擇用一種更有智慧嘅方式嚟回應呢個世界。批判往往嚟自我哋內心嘅唔安全感，而理解就嚟自內心嘅豐盛同平靜。當我哋選擇理解而唔係批判時，唔單止可以為人哋帶嚟溫暖，亦都可以為自己創造更多嘅和諧同喜悅。同人為善唔係偶然嘅善舉，而係一種持續嘅生活態度。呢個意味住喺每次互動中都選擇理解而唔係批判，選擇溫暖而唔係冷漠。但呢個唔表示我哋要壓抑自己嘅感受或者忽視自己嘅需求。真正嘅善意係建立喺自我關愛嘅基礎上。當我哋對自己溫柔時，自然都可以對人哋溫柔。當我哋接納自己嘅不完美時，亦都更容易接納人哋嘅缺點。呢種實踐由小事開始，譬如喺對方講嘢時專心聆聽，喺人哋犯錯時選擇耐心而唔係指責，喺人哋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。每一次咁樣嘅選擇，都好似喺我哋心中播下一粒善意嘅種子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呢啲種子會慢慢發芽成長，最終令我哋嘅整個生命都充滿慈悲嘅香氣。呢種實踐唔單止可以療癒人哋，亦都可以為自己帶嚟內在嘅和諧同埋喜悅。因為當我哋用愛嚟回應呢個世界時，個世界都會用愛嚟回應我哋。現代社會成日話我哋幸福嚟自擁有更多嘅錢、更大嘅屋、更好嘅工、更完美嘅伴侶。但你有冇發現，就算得到呢啲嘢，嗰種滿足感往往只係暫時。好快，我哋又會開始渴望下一個目標。我可能錯咗，指出咗一個顛覆性嘅觀點。喺我睇嚟，更美好嘅幸福形式，其特質在於冇而唔係有。呢種幸福唔係嚟自外在嘅累積，而係嚟自內在嘅減法。當我哋放下對更多嘅渴求時，反而可以更深刻咁體驗當下所擁有嘅一切。
想象下，當你唔再為咗未得到嘅嘢而焦慮，唔再為咗可能會失去嘅嘢而恐懼時，你會感受到幾咁大嘅解脫。呢種幸福嚟自內在嘅寧靜，嚟自對當下嘅接納同感恩。佢唔依賴外在嘅條件，所以亦都唔會因為外在嘅變化而消失。呢個就好似揾到一口永不乾涸嘅井水，無論外在嘅環境點樣變化，我哋都可以從中汲取到深層嘅滿足同平靜。學識放下執着，唔表示我哋變得消極或者唔再追求任何目標。相反，當我哋唔俾慾望綁架時，反而可以更清楚咁見到咩係真正重要，同埋用一種更輕鬆、更有效嘅方式嚟追求呢啲目標。呢種放下係積極嘅選擇，選擇唔俾外在嘅得失成為我哋幸福嘅唯一來源，選擇喺簡單中揾到豐富，喺寧靜中揾到力量。就好似佛教所講嘅中道，我哋既唔過度追求，亦都唔過度逃避，而係喺平衡中揾到真正嘅自由。當我哋學識咁樣嘅生活方式時，會發現生命變得更加輕盈。我哋唔再需要背負咁多唔必要嘅擔憂同壓力，唔再需要為咗證明咩而拼命努力，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從容不迫嘅優雅，一種源自內心深處嘅寧靜同滿足。呢種狀態下，我哋可以更真實咁愛，更深刻咁活，更自由咁存在。如果呢啲分享對你有咩啟發，亦都歡迎你將呢份溫暖傳俾身邊需要嘅朋友。願你喺接下嚟嘅日子入邊，揾翻心靈嘅平靜同自由，喺簡單中發現豐盛，喺寧靜中揾到力量。